2025年6月15號，啱啱係父親節，郭富城一反以往對家庭事低調嘅態度，喺接受傳媒訪問時笑容滿面，親口講又要做爸爸啦，好開心，呢個係上天俾我哋嘅禮物。就喺佢講完呢番說話冇耐，井號郭富城方媛三胎井號呢個話題就即刻衝上熱搜榜首，網上議論紛紛，氣氛高漲。緊接住有傳媒放出咗方媛被拍到一張着住寬鬆裙嘅相，明顯見到肚突突，一副韻味濃厚嘅模樣，令彭子貴嘅話題又再次成為焦點。網民個個化身偵探，翻晒佢過去幾個月嘅發文同出街造型，細節逐一分析，結果越睇越肯定，佢一定有咗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郭富城為咗表誠意，已經低調送咗一棟價值7億嘅豪宅俾方媛。而且仲親口應承話，等個 BB 出世之後，會正式喺房契上加方媛個名。呢個舉動俾足咗方媛名分，亦被外界視為郭富城正式認可佢為一家之主。原本大家都以為呢場豪門喜事可以圓滿落幕，一家5口其樂融融。但就喺同一晚，場面突然急轉直下，郭富城30年嘅金牌經理人小美，竟然喺深夜現身佢位於山頂嘅豪宅，情緒失控，場面一度非常激烈。當郭富城宣布方媛懷咗3胎，一家4口將迎來新生命，本應係一場幸福溫馨嘅家庭喜事。不過就係呢個應該充滿祝福同喜悅嘅夜晚，佢30年經理人兼紅顏知己小美突然深夜現身豪宅，情緒激動大鬧一場，令整件事瞬間變咗味。當晚有目擊者見到小美喺深夜突然出現，神情焦急，一入門就同郭富城爆發激烈爭執。佢聲淚俱下，幾乎崩潰咁對住郭富城大聲質問：我陪你30年啦，我付出咁多，到頭來難道唔夠一個有肚嘅女人？嗰句說話猶如一記重拳，打碎咗現場原本嘅平靜。房入面所有人一時間都愕然咁聲，氣氛壓抑得令人窒息。呢一夜唔再係單純一則懷孕喜訊，而係揭開咗一段深藏多年嘅秘密戀情嘅序幕。據圈內人透露，小美唔只係郭富城工作上嘅得力助手，更係佢生命中不可或缺嘅知己。由郭富城初出道到成為4大天王之一，小美一直喺背後默默付出，幫佢處理事業上每一個細節，甚至連私人生活都打理得井井有條。佢唔喺鎂光燈下，但永遠都喺郭富城身邊，似一個影子般存在。多年嚟，兩人之間傳出過無數曖昧緋聞，但從未有人敢講實。雖然冇公開承認，但娛樂圈內嘅人幾乎都知，佢哋嘅關係早已超越普通嘅藝人同經理人。小美雖然無名分，但一直以來都享有極高地位，甚至有全郭富城唔少重要決定都要徵求佢意見。直到方媛出現，一切開始起變化。由模特兒出身嘅方媛憑住甜美外貌同聰明處事，逐漸獲得郭富城寵愛。起初外界都話佢係短暫嘅戀情，但後來兩人結婚生仔，再到依家第3胎，方媛已經成功穩住咗成數地位。佢嘅出現唔單止改變咗郭富城嘅家庭結構，更令小美多年來築起嘅情感堡壘開始崩塌。尤其喺郭富城為咗表達誠意，送咗一棟市值7億嘅豪宅俾方媛，仲承諾等3胎出世後正式加方媛個名。呢個舉動對於冇名無分嘅小美嚟講，無疑係致命一擊。佢壓抑咗多年嘅情緒，終於喺嗰晚爆發。佢崩潰唔單止係因為郭富城選擇另一個女人，更係因為佢多年嘅付出從來冇被公開承認過。回顧5月郭富城同方媛一家4口喺賽馬場現身，而有網友留意到方媛當時肚突突，雖然着住寬鬆裙都掩蓋唔到印象。後來方媛喺母親節上再合照同感謝爸媽字句，令華人傳聞甚囂塵上。直到6月15號父親節當日，郭富城親自宣布方媛懷咗第3胎，畫面中佢緊攬住方媛，滿臉幸福，方媛亦笑容滿面。成個家庭睇落幸福又圓滿，但喺呢份幸福背後，卻藏住一段唔為人知嘅糾結與悲涼。小美同郭富城之間多年嘅羈絆，忽然變得冇力。
佢曾經係郭富城最信任嘅人，甚至係佢事業低潮時唯一冇離開過嘅人。無論係歌手轉型做演員定係面對傳媒壓力，小美都喺背後撐住佢。而家一切努力都似乎變得毫無意義。娛樂圈向來紙包唔住火，一旦有裂縫就會被放大無限。郭富城三胎喜訊變成三角戀爆料，媒體同網民迅速加入討論，熱搜榜連環霸佔，小美嘅情緒失控成為輿論焦點。有人話佢痴情，有人則批評佢唔識分寸，但更多人對佢表示同情，認為佢係娛樂圈無數無名功臣中嘅其中一位悲劇縮影。郭富城面對兩個女人之間嘅糾纏，暫時冇公開回應。佢一向低調處理私人感情，但今次事件發酵速度太快，即使想低調都難以掩蓋。未來點樣收場？會唔會公開澄清同小美嘅關係？會唔會俾小美一個名分交代？抑或選擇繼續沉默，交由時間洗淡呢段恩怨，仍然係未知數。方媛亦未有正面回應小美崩潰一事，反而繼續喺社交平台曬幸福，似乎唔受影響。不過網民意見兩極，一邊讚佢穩住局勢，一邊質疑佢係導火線。對佢嚟講，丈夫舊情人崩潰鬧場唔單止係家庭危機，仲係一場形象風暴。點樣處理將直接影響公眾對佢嘅觀感。喺呢場豪門風波之中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立場同傷痕。小美守咗30年，守唔住一紙婚書；方媛由圈外人一步步成為成數，卻始終背負第三。小美同郭富城嘅關係就好似一池本來平靜嘅湖水，突然俾人砸咗一塊石頭入去，掀起層層漣漪，冇幾耐就變得複雜而敏感。喺方媛先後為郭富城誕下2名女兒之後，佢哋一家三口喺公眾眼中幸福滿瀉。郭富城對方媛寵愛有加，喺媒體面前嘅每一次甜笑合照都好似一把刀，慢慢割向小美內心深處最脆弱嘅位置。多年嚟，小美一直默默陪伴郭富城，由佢初出道到成為天王巨星，工作上日夜相對，私人情感上亦一直維持曖昧距離。喺圈內唔少人早就對佢哋之間嘅關係心照不宣，兩人從來冇正面承認過戀情，但娛樂圈幾乎冇人唔知道，小美係郭富城身邊最特別嘅存在。佢唔只係一個專業經理人，更加係佢嘅紅顏知己。喺郭富城最低潮、最辛苦、最無助嘅時候，始終不離不棄。直到方媛出現，呢個默契開始慢慢動搖。佢懷孕、生女，然後再懷孕，一步一步喺郭富城身邊穩住陣腳。小美雖然表面風平浪靜，但內心波濤洶湧。特別係第三胎傳出之後，小美內心積壓多年嘅情緒終於喺某一晚爆發。喺深夜靜悄悄嘅豪宅入面，小美紅着眼，情緒失控咁對住郭富城大聲質問：我陪你30年，付出青春、心血、時間，但最後竟然唔夠一個肚。呢一句說話沉重得足以撼動成個娛樂圈。據當晚喺場嘅人描述，小美一入門就爆喊，聲音幾乎震撼成棟樓。佢控訴郭富城對佢嘅冷漠、遺棄，質疑佢點解咁多年嘅深情厚愛竟然敵唔過一個新來嘅女人。郭富城一言不發，只係沉默咁望住佢。現場一度鴉雀無聲，保安最後都出嚟，輕聲勸走小美，避免事件繼續升級。傳聞話，郭富城一直渴望有個仔，可以為家族延續香火。呢個心願喺唔同場合都略有流露過，雖然從未正面承認，但佢身邊嘅親密好友曾經表示，郭富城成日提起想有個仔。方媛就係啱啱好符合咗佢呢個期望嘅人，溫軟得體又有生育能力，喺郭富城心目中係理想伴侶。第三胎懷孕消息曝光後，坊間更加熱議係咪憑子上位，引爆全城爭論。有唔少人認為方媛可以坐穩正印地位，係因為佢生咗2個，仲準備生第3個。對一個傳統家庭嚟講，尤其係豪門，仔女就係地位象徵，係血脈延續。喺啲人眼中，佢絕對係郭富城嘅神助攻。有一位認識方媛嘅圈內人講，喺豪門唔好講愛情，首先要有傳宗接代嘅能力。
方媛肯為佢生，仲生得咁順利，當然受重視。但亦有另一種聲音，一啲同郭富城合作多年嘅製作人講，阿成唔係咁現實嘅人，佢重感情，對人好真。佢對方媛有愛，絕對唔係淨係因為生咗仔。你睇佢哋平時互動就知，係由心入面流露出嚟嘅默契。甚至有朋友話，方媛一直都唔介意郭富城同小美之間嘅過去，因為佢知道自己係阿成嘅未來。而家小美突然情緒崩潰，將30年嘅秘密推到台面，外界自然議論紛紛。有啲人同情佢，覺得佢係最唔值嘅一個，青春好盡，愛情無果，最後連個名分都冇。有啲人覺得佢咁多年都唔出聲，可能自己都知冇機會，只係唔甘心。至於郭富城喺整件事入面冇講一句話，唔知係心虛定係避風頭。總之，沉默反而令人更添猜疑。呢場風波未完，亦唔會咁快完。喺娛樂圈，感情同工作往往密不可分。30年嘅情誼點解唔過一個肚？或者答案好簡單，但又唔容易講出口。小美嘅一句質問，唔單止係一個女人對愛情失望嘅控訴，亦係對整個圈子冷漠規則嘅一次反擊。豪門恩怨總係充滿懸念，而家只係揭開咗序章。呢件事愈演愈烈，好似一團越燒越旺嘅火，燒到邊都冇得停。小美嗰一晚崩潰大鬧之後，佢未來嘅去向就成咗大家茶餘飯後熱烈討論嘅焦點。30年嘅深情付出，一朝被現實打碎，佢究竟係繼續留喺郭富城身邊，隱隱而沉默咁陪住佢行落去，定係選擇徹底抽身，離開呢段令人心力交瘁嘅羈絆，俾自己一個重新開始嘅機會？圈內圈外都想知道佢點樣抉擇，佢值唔值得繼續守候一個可能再冇回應嘅人？同一時間，郭富城同方媛之間嘅感情亦都受到前所未有嘅關注。曾經喺大眾眼中，佢哋係模範夫妻嘅代表，一家人出街笑容滿面，仿佛無風無浪。但而家小美事件將兩人嘅關係推上風口浪尖，有人開始質疑方媛係咪真心對郭富城，又或者只係靠生仔捉緊豪門位置。亦有人懷疑郭富城喺多重感情糾纏之中，到底最在意邊個？到底仲有冇可能堅守婚姻同家庭嘅初心？街頭巷尾，人們嘅話題離唔開三個人：郭富城、小美、方媛。有茶客一邊淡奶茶一邊講：30年經理人唔易做啦，點都唔應該咁對人。又有師奶反駁：嗰個生3個仔女先係王道，呢啲就係豪門現實。啲評論千奇百怪，各執一詞。但無論點講，呢場風波已經唔只係一段三角關係，而係揭露咗豪門世界底層最赤裸嘅權力與情感角力。喺豪門世界，感情似乎永遠唔夠實際，唔夠穩定。小美30年如一日嘅付出，到最後仲要對住郭富城流淚自問：我唔夠一個肚。呢句說話太重、太刺骨，亦太真實，直插人心深處。到底佢喺郭富城身邊咁多年，係咪從來都冇真正喺佢心入面佔據一個名分？又或者，其實佢哋之間早就有過一段默契無聲，卻難以明說嘅情感，只係從來冇機會開花結果。而方媛喺風波之中擁持住一貫嘅沉默態度，冇公開發聲，冇回應爭議，似乎選擇用行動證明自己嘅存在價值。佢選擇喺社交平台上曬家庭相，講生活點滴，繼續扮演一個賢妻良母嘅角色，好似係用最平靜嘅方式回應最洶湧嘅風浪。但亦有人睇得出，佢每一張相、每一句字都係精心布局嘅回應，喺無聲當中釋放住我唔會輸嘅強硬氣場。呢場豪門恩怨，到底邊個先係勝利者？邊個又係真正受傷嗰一個？有啲人講，小美係悲劇中最慘嗰個，因為佢冇身份、冇地位、冇子女、冇後路，連聲都喊唔出。而亦有啲人認為，方媛就係用實力登上寶座嘅女人，唔論愛唔愛，佢贏喺策略清晰。至於郭富城，就係處於漩渦中心嘅核心人物，沉默可能係種自保，但亦可能係逃避。感情世界唔似做戲，
唔可以每次都講得明白。愛一個人可以陪30年唔出聲，亦可以因為一個小生命就改變一切。究竟係真愛，定係權衡過後嘅選擇？究竟係遺憾，定係必然？可能只有時間先會俾出答案。而無論答案點都好，呢場風波唔會輕易平息。豪門背後嘅秘密，仲有太多等住被揭開。